哦，月亮出来了，刚刚没有月亮。跳起来就这一会儿了。看那个常慧也在跳，他也受不了啊，有点冷，5、6级的大风嘛。
来中和杨雪儿，杨雪儿穿的黄衣服。巴糖王母来的很早，今天。今天来好早哦，洗浴桌。这是谁？看不知道不？小罗。巴糖王母后面是一只，这是七色罗嘛？这个老头子在汤里面。穿的有点厚。这个老头子每次他要。他也不让别人。
呀，扎一扎，扎一扎，想好他真的那啥来手机呀，想好他真的那样来手枪呀，哦，这是西。嘻嘻。没必要吧？没档次。都在咳嗽。哎呀，你抓了，其中一个出去。
上外马包的呢，张中有了头有这些呀，手张中有了头有这些呀。上外马包的嘞，把毛当了毛的谁呀？手把毛当了毛的谁呀？手把毛当了毛的谁呀？手把毛当了毛的谁呀？一排10多个，全是。哎，3个、4个、5个、6、7、8、9个，9个。嘿嘿，嘿，好不好？这个，啊，等等的嘛你。哎。就这个老头戴眼镜那个。那次跟别人打架，不是打架，争执吧？别人看到位置他不让，今天晚上我让那个资深卓玛在前面去，他也不让别人去前面，稀奇古怪的那个人，跳一跳的，这是曲墩吗？对，他的那个衣服，一看你看出来。这个有点很久没跳了，整个应该有一个月没跳了。拉豆铺的那个吉祥生堂，这个会跳。当然我刚刚回来几天了，还没来跳舞，今天第一次跳舞。
老头不有个新歌，这2天1月1号发布的，什么各种什么5个字的。像麦吉没来呢，麦吉明天的生日，我明天晚上给你直播，应该就在9万中心3楼。他也是第一次吧，他可能在这边举办生日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户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日常，与这热场幕，这过庄户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2月10日来临，离别在眼前，境外中心的舞成了最后的画面，心中的不舍如潮水般蔓延。
上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部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日常，与这热场舞，这过庄部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每晚的灯光照亮境外中心广场。2023年3月故事的开场，第一次看见过庄部的模样。每晚的拍摄直播成了日常，与这热场舞，这过庄部团队相伴，美好时光流淌，送出的鲜花，传递着心意，国外网友的情，让我很感激。分享藏族文化才是最时尚。如今时光流转到了说再见，2月10日来临，离别在眼前，境外中心的舞成了最后的画面，心中的不舍如潮水般蔓延。全国庄。好冷吗？走啊，堵去了。有来有来。
吹，又过又来又啦啦吹，一个又啦又啦啦吹吹，又过又来又啦啦吹。我们那路呀，你妈那左手，干嘛路上这么就那边手，几把那我这帮就那边手，我想看不出来眼手，大家都是那完了左手，乐当抽一去吧，抽一去吧，抽一去吧，门路，也可以啦，这个有可以啦，天天抽抽那些空中抽抽。我们那鸡蛋酥那那接受，干嘛那手来要跟你争那别手，鸡巴那鸡皮也得拉也懒着说，别记录就能当娘说了，妈妈有钱等着来听说，乐当抽一去吧，抽一去吧，抽一去吧门路，也可以了，今天有可以了，天天抽抽那几口都抽抽。吉祥圣堂调过一次是吧？看看能不能？今天有点冷。我觉得还不冷，好吧，好吧，没事，完了，来吃来刚月亮没出来的吧？太丑了，真的你看。事情对。热瓦乡这个也有好多特别跳的。
这几天我发现曲周和拉姆两个随时都在关系特别好吧。他们发的那个作品都是你发了我的，我发了你的。就他们之前5个人参加那个海南卫视的那个，他们在一起练舞，经常在一起。热瓦巷高中。几点钟吧？现在几点钟吧？28呢？哦，好，早吧，9点钟。好。先送娃娃的嘛？先送那个朵儿嘛，朵儿晓得是吧？穿那个粉色衣服那个，这个，这儿，这个是朵儿，这个。对那个嘛？哦，对，等会儿嘛，9点钟再送嘛，哈，9点嘛几会儿都可以。买小娃的送的。好。小傻啊！那个以前跟果儿他们在一起的是不是还有一个玲玲在上班，好久没了是吧？对，她在学考什么证？考啥？考什么证？资格证那些。考完了之后，她后面就来。她现在暂时不跳，不来。我就是好久没见。对啊，然后好几个月了，应该从夏天到现在都没来吧。以后还是要来，他说的。说玲玲挺爱笑的。对，像菩萨的嘛，观音菩萨的嘛。他那个外号叫观音菩萨，就跟那就长得很像，是吧？
他在成都银行。今天是真的冷。啊，今天是真的这两个现在每天都在一起。许州和拉姆啊，他们关系现在好的很。
我说这对，就送了。对，也马上，好，我以为是明天晚上。今天晚上，明天晚上另外一个，对。还有4个小朋友的。小朋友的，小娃娃的，几个小娃娃的，小朋友。这边，那个，这个就随便送啊。对，随便送，都小朋友都可以。等下过来了，他们也过来了。小拉布，这边。对，他们2个，还有2个小朋友的，还有酱醋，你把那个大鸡也喊过来嘛，把大鸡喊过来。把那个这个，对，不是，这个另外一个那个小男孩，小男孩，还有一个大鸡，把大鸡喊过来嘛，叫过来。这边。哦，在后面，这。谢谢。好，不客气，再见。有时她叫丽莲姐姐，丽莲，你说谢谢你，丽莲就可以了。她名字叫丽莲，她叫丽莲。这个美国的朋友送过来。美国的朋友。对，上面写的有字，好。对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用。今天有点冷，所以关了下那个结束比较早。不客气，不用谢啊。它上面写的有字哦，你们回去看。好。好，不客气。叔叔，你去不去拍视频？要。等会儿去哈。好。baby。小拉布，灯还没关掉，还有，他等会儿应该去2楼。拍不到，来，把花放下。对。他们两个已经。正好，我叫我这看。来，我这看。这边看这边啊。他们4个小朋友，这边2个，那边那边还2个小男孩，他们没过来，他单独拍了。好 ，OK。你的眼睛没闪到吧？眼睛就你没看闪光灯的吗？没有闪光灯。没闪光灯的啊？对啊，没有。有闪光灯的话更好一些，可能更亮一点。够亮了，效果够好的。这个音更好。谢谢，Thank you。这个15元是给小朋友的吗？
越来越可爱。对，他们那个鼓励中国。你看，好生学习，知道不？哎，这老头来了。哎，老头一直在。我以为他们来了。我说老陈的手艺一样。我以为你来了。今天晚上这个叫啥花？认识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。啊，这个呢？来识别一下。给一个。哦，走吧，我们去2楼。去2楼，他们要跳舞。他们2楼里面还跳舞吗？报吗？你看大家说。少郎眼神看过来。能不能稍微靠拢一点？稍微靠拢一点。哈哈哈！吉祥如意。我爸爸呢？我爸爸呢？Yeah.
谢谢。单独去跳一个，单独跳吗？看到我爸有过。我今天拍的视频呢，他有过。我
下，试一下。还没到途径，练一下，练一下吧。直接来，他们会讲，不一定啊，练一下看一下。他重新放嘛。那是什么？开心跳起来是吧？哎，开心跳起来。对，因为让开心第一跳起来。后面要好一些，是吧？后面再加一些。让溜溜跟上去，溜跟就好了，好吧？小西西认真跳。好，我觉得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。可以了。然后那个，其实都把我这个来一点点，给巴西留一点空嘛。哎，对，留点位置，对，给巴西留点位置。对，不然他没位置，每个人都看到。来，准备的啊，从头跳2段。开心跳起来啊！2段啊，认真跳啊，不要走神啊，特别小心心啊。要开心哈。那开心吗？关键要开心哈。不，把前面的那个动作弄起来啊。对，音乐。music。音乐。关键时间在点的，要带点吃。无所谓，别说。这不最近很火，哎，你没亏吗？拍视频无所谓。哦，拍视频无所谓，多一点少点无所谓。不像横屏完整版，对，多点少点看一下无所谓。开心跳起来。没关系，继续。小心常规操作。好抖音。直接跳完吧，不行，跳完，现在马上完了。开心的跳的吧。2分48了，这马上就完了。重复的有点多。对，这个歌是4分钟。好了，可以不用跳了，就跳那个阿拉枪射算了。
我还在拍视频哦。看前边，看前边，看前边。老六，看前边。动作大一点。给我放进去了，给我放进去了。继续吧。哎呀，好了。就像
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。远方的朋友哎，欢迎你到来，手牵着手笑开怀，火壮跳起来。亲爱的朋友哎，酒杯端起来，假如身体惹人醉，唱歌唱起来。不是观战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去呀啦嗦，马尔康镇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。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远方的朋友哎，欢迎你到来，十渡泪出了都市寨，欢迎你入怀，亲爱的朋友哎，酒杯端起来，无话填饱心万代，大家一起来。不是观战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去呀啦嗦，马尔康镇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，阿拉江水哟。带你逛一逛嘞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。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，哦呀啦嗦。手笑开怀，火壮跳起来，亲爱的朋友，酒杯端起来，假如身体惹人醉，唱歌唱起来。不是观战呀啦嗦，哦你家撒呀啦嗦，松冈调去呀啦嗦，马尔康镇呀啦嗦，阿拉江水哟，带你逛一逛哟，阿拉江水哟，听歌美就像天有个狗哎，山清水秀好似花中游哎。哦呀啦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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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远方的朋友哎，欢迎你到来，十渡泪出了都岁寨，欢迎你入怀，亲爱的朋友哎，酒杯端起来，
就像天有个鬼，山清水秀，好似画中有味。阿拉江水哟，我带你逛一逛嘞。阿拉江水哟，金可杯就像天有个鬼，山清水秀，好似画中有味。